好，这快乐秀点了。早安，讲师早安。我想觉得你们的回答做离乱的咧，即嘛是啥物情形哦？因为我拄则看外口的点心，准备了非常的丰富，想要出去摕一包饼。喂。所以非常的简单，而且足易。
离最重要，所以等下你若对咧，等下咱咧共同来即个交咱的老夫子的经典结实现的时阵，最重要所以念3遍。以前念2遍尔，今仔日即种我爱念3遍，因为最重要拢爱念3遍。但事实上其实毋是安尼，迄是我咧甲咱讲吼，因为即种做短，所以咱爱念3遍。消磨一寡互咱的时间啊，互咱吼先念一句，咱对念一句，尾仔咱才做伙来念。即个经文内底有2字无好念的哦，互我先讲一下伊的音吼。国语台语拢会通啦，咱等下哦，台语讲的台语要失传啦，所以吼爱迄个推用即个汉文啦，所以等下念台语。伊这第一段吼，尾啊迄字吼是奋斗的奋，迄个音吼。有的人会来改做笨哦，笨是俗语吼，俗语的即个装卡笨，伊会念笨。互我甲查到一个音名吼是奋，迄是笨哦，嘛改做笨意去哈。搁落来，你第2段，天下武道落来就是一个戎马嘛吼，迄个戎马的台语迄字吼，你认为是啥物音？不知道，迄字吼是叫做，咱的衫吼有时用材质是毋是叫绒啊？所以读做绒，是绒哦，毋是阮迄个阿绒来用，迄个黄太太绒，毋是用像宽绒的用，伊读做绒啊吼。因为这册咧读有时阵咱吼就是会读着，毋过咱尽量吼，拄则讲的天下清嘛，就是落雨正调调。无像拄安尼模糊不清，念伊就安尼念伊就安尼啊，安尼叫袂清袂清。即2字互我先做一个介绍，但是有可能等下互我迄字用嘛是读袂清楚啦吼，因为做少，因为你讲你即领衫是用啊的哦，若无做少咧讲即个音的啦。好，咱即摆开始来念即个经文吼，即摆互我念一句，咱对念一句。天下有道，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天下无道，戎马成有功，戎马成有功。做木大以可用，做木大以可用，好木大以不地足，好木大以不地足。这点上面介绍啦吼，这叫做求，毋是读求哦嘛，是求木大以玉立，求木大以玉立，故知足知足相足，故知足知足相足。这是第1遍哦，咱即摆来开始做伙念吼，念3遍啦。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成有功。做木大以可用，好木大以不地足。求木大以玉立，故知足知足相足。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成以功。做木大以可用，求木大以不地足。求木大以玉立，故知足知足相足。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成以功。
追莫大可欲，可莫大不知足，求莫大欲知，故知足知足相足。安尼咱读过三遍是有一点仔印象啦，有一点仔印象了，咱互我来个咧，甲咱分享即个心得的时候，咱就会较容易建立即个印象，这是念经文的作用啦。咱如果若无先家己起上几遍吼，袂增加咱的印象。例如讲，咱早就背家对伊足熟的，啊，你看咱即种的经文是毋是足简单的？啊，但是吼，那是咱上惊，因为内底吼讲做、讲和、讲求，就是和的意思啦。啊，就简单讲吼，做个错。啊，咱是毋上惊，咱家己有做个错。啊，咱熟悉依然吼，因为吼做了足济做个错，啊，所以即世修行无好修，啊修袂好。啊，就爱安尼消化改业，爱从空补做。啊，如果讲咱若是减少做个错，那迄个求吼，我爱家己了吼，我定义就是个性的意思吼。啊，设定用意当然有伊的意思啦。你若甲查字典吼，当然咱上家己去查康熙字典，你可能会解了较详细。那咱现在到有播音的字典吼，伊就是一种。个是咱嘛是灾祸的意思啦，反正伊就是无好的。但你即个做好要求，伊哪像有伊的一个顺序，一个连续性安尼。啊，所以讲咱来学堂吼，主要就是学习讲，避免咱家己嘛搁去做个错，安尼咱就较轻松。啊，咱吼身躯就较轻，啊轻哦上轻，轻是往上。咱若是做个坐哦，是下着，就是落，头壳啊落，身躯啊落，扶手不是目睭嘛落，拢足落色的落了啊，足落的。所以讲啦，即种嘛真重要啦。较重要的吼，就是讲解说安怎解说啦。拄则讲师有讲啊，伊就是需要迄个，咱负责人讲的，得经的经吼，就是要有咱实际去做的。啊，无论对一部经，或者是讲道义的即个分享，其实口说有益啦。人讲就做讲礼仪口说智者，咱敢若有体会是一个开启一寡智慧的人吼，伊就会内心内底有即个经历的心念。这心念吼是有用无常看袂到的哦，所以头仔迄种是甲咱讲。大变用律，大变若哪迄里嘛，反正内好像内的音啦吼，伊个哪有两音的款？其实讲上高变的人吼，就是无咧变的啦。迄种有时上爱讲种道理，上高讲话吼，就是无咧讲话。说讲道理是足不得已的咧。啊，无道可道，就不上道啊，讲出来就毋是道啊。啊，讲愈济离道愈远啊。啊，这是不得已的，因为若无讲，咱一寡兄弟姊妹，伊无法度由浅入深，啊，因白入薄，所以爱讲。啊，讲了其实就爱那个是啊，就是哦，心若无叫做妄啊，心若无迄个心，无迄个心。人就较清啊，啊，咱若记了了啊，真忝。啊，所以你看咱人若到即个，当然毋是失智啊，这一种自然技能吼，人若到即个年纪渐渐拄则台语讲的咧出社会的时阵，会出现一种现象哦，是讲是袂记记，啊是讲昨个代志今仔日就袂记记，这是一种足好的作用呢，因为人的老啊，渐渐无白啊。叫累啊，所以因为人做人很累，所以才叫做人累啊。啊，所以记很济吼，好啦。啊，经典记无济是较好，但是咱经典的记袂了，吼。
啥物咱爱学经？因为经就是咱学到的一个根本。伊是经呢，无经吼，就无外口跩水的物件呢。无经就是言善尔，道就是经。啊，道伊的地上标准，圣人留落来经典内底。啊，然后咱用圣人的经典来引咱家己的心经，因为人吼有一部心经，咱是借由学经、念经咧引出来咱家己的经典呢，毋是停留伫文字的经典，因为迄文字的经典吼，以早人的人来讲，迄叫做糟粕，迄无食啊，无味啊，咱食调味伫倒，咱即种就会讲咧，上尾仔会讲嘛。知足、知足、上足，因为时间已完，所以我即摆用短短时间来甲咱分享即种吼内底圣人到底咧甲咱讲什么意思吼？虽然的意思也是蛮简单的，但是吼分享一下，咱互相来做一个分享。就是第一句吼，天下有德，却遭骂以混；天下无德，用骂先无干。咱咧看伊咱像咧讲即个正义吼，正义甲咱敢有啥物关系？讲关系嘛有关系，讲无关系嘛无关系啦吼，在啦，因人而异啦，在人的啦，但大部分拢无啥物关系啦吼。伊讲咱是毋是会去介入政治？应该少啦，尤其若甲清教以上啊，佫愈少啦吼。啊，伊讲毋过吼，为虾米即个《道德经》内底讲足侪，咱全拢咧讲正义呢？好，咱来先建立一个圣人捌甲咱讲的一个逻辑。其实学经典吼，还是讲学道，就是学一个逻辑。咱只要即个逻辑就是的，学了啊，咱若知啊，咱也不会受诈骗。因为没有逻辑的东西，我们不能信。我们一个有逻辑的人，可以分辨明明白白嘛，很容易看清楚说，哦，这到底是真的还假？咱若是无逻辑，内心阁有一寡无好的，等下再讲嘛，啊，就容易被诈骗啦。啊，人咧吼，你若无小心吼，就会安尼。啊，所以咱来建立一个逻辑性，就是讲，这圣人前辈才甲咱讲的。其实国政治是国，是一个国家政治，爱用即个一寡方法来治理即个国家嘛。但是圣人前辈才甲咱讲，咱即个心是一个小国，听过无？国是一大国，人是一小国，天是一大天，人是一小天，听过嘛？所以咱甲外口的国。用治国的道，大国甲小道的理拢是相通的，所以今仔咱学经典，或者是咱听道理，咱要处理的是咱这个小国的代志，咱逻辑拢同款哦。所以你嘛一看拢看你外口去，看你外口去，就是国家的政治，还是讲各国与各国嘛，世界各国。咱今仔要看是我们自己这一国就好了。自己这一国，咱家己这国上重要啦吼，其他迄离咱较远啦，这国离咱上近的，咱就处理袂好啦，毋通搁议论伫外口去的国去，迄就搁扣煞啦，吼。好，我就一句惊咱做参考。伊第一句讲天下有道，这句话足简单的啊，天下有道。那么天下有道的意思是安怎啦？吼，我用简单的甲咱做表达。规句讲好啦，天下若有道的时阵吼，这个马仔无，马仔拢赶去伫个田园的做心爱的迄个。依早中国，还是讲有一些国家嘛是讲以农立国，所以就需要这个马仔，或者是马仔当代步啊，用千里马的交通。伫咱的人生上，这个有道吼，就是无咧战争，所以这个马仔对咱来讲，伊是一种吼，理解咱人的生活的这个需求，所以叫曲，来马仔走伊伫迄个这个田的啦，然后饲肥啦，互咱做这个代步啦。
种，啊，即种若是国家门道的时阵，咱就看袂到啦。咱爱去是去乌克兰啦，去甲看，还是讲伊啊战争，还是对中东的啦，应该看袂到这么水的这个风景啦吼。啊，会看到啥物风景？咱的天塌步道的时候，啊，遮好来看吼。啊哇，这到底啥物树啊？我无详细了看，我以为是竹林吼，吼，这水的清澈的春夏秋冬吼，有春夏秋冬的这个美景，啊，这叫天下有道，吼，啊，若是战乱的国家无以外，以早无咧战争的时阵，伊的国家嘛是安尼，但是当战争了，伊要搁恢复甲安尼，迄足久的。啊，搁爱用偌济即个人力啊，搁经济种种啊，要偌久毋知影，伊叫做即个复健嘛吼。咱就会当看，应该是对一国咧地震啊，足严重的无？缅甸，啊，搁有咱台湾的看咧，哦，即咱拢用啊袂好呢，哦，所以讲吼。人讲余生很贵，不要浪费。讲有道，咱爱好好啊来学道，来修办道。咱若到公有道的时候，咱就无即个机会啊。所以当时大家要论学的时候，你安怎先去教这18组线，教所有的即个领导人，不讲见你大社大德，中社中德，小社小德。你若不写，拢不定，为虾米先都早就知啊？啊，规个道名拢刷来伫咱台湾，所以台湾是个蓬莱岛，是个宝岛，是个很奇妙的地方。但是咱有可能唔知影讲，咱有可能是我们护国神山嘛吼，啊，搁有台积电的护国神山，但是咱有可能唔知影背后是台湾是道的。苗圃，万国九州，咱的这个老师哦，一个道号叫万国的教主，伊的人才拢伫咱台湾出去的呢，拢伫台湾出去的哦。所以台湾的历史是因为道，有道的所在也有道的真奇妙安尼啦。有道的所在你家己看哦，这风景偌水啊，上吼会透。这形象吼，就透露伊迄个无形无相内底伊的一个意涵，爱好啊，你要去体会啦吼。因为这算无形无相的物件，只是心灵家己爱去感应。后这叫天下有道，曲走嘛依云。啊，若天下无道咧，一定有一个对比嘛吼，对比出来有道甲无道，安尼咱就较容易了解啦。啊，若天下无道的时阵吼，这龙马是有一种解释，讲龙马就是已经有心的马啊，已经吼有心啊。啊，含这种马啊，拢爱带来战争，因为当时古早时代战争拢骑马嘛。啊，所以讲吼有心的马嘛去舞马嘛，去战争，利用伊吼来甲伊的囝生伫即个红高腰啊。因为战争吼是真正足无情的啊，吼，你像讲俄罗斯咧爱乌克兰吼，咧甲炸即个城市，甲炸迄个城市，炸甲人烟四起啊，炸甲真正足可怜的啊。啊，这马啊，以早战争嘛死过早啊，所以伊会用钢一高挂，啊，所以这庆龄下是做有艺术的啦，哦，他嘛用刀啦。天下若无道的时阵，这是代表伊互我倒去找迄马啊，真正互咱看。啊，这就叫落雨有道啊，你也看，可怜啊吼。啊，以早是马啊，即嘛是车啊，这车就有影嘛漂伊到地啊，吼。这就有影成交啊，嘛留伊到地啊，然后。咱捌看过即种现象嘛？你若伫台湾捌着这就严重诶。你看因这人吼，去食车，迄因全部诶财产拢已经
国际吼，足侪国家拢来。你像美国的总统川普，就是咧甲因吼，阮对墨西哥对迄边境入来的难民，伊就要甲处理啊。哦，啊，咧互交野外啊，真正是戎马是有交啊，这是战乱的时阵呢。你看咱亲啊，台湾人偌好命，你感觉互我感觉讲台湾人真正福报伤大伤好命。你排一个队拢无来时嘛呢？你若有排队有等着，伊就开始，阮整代军长就是每一档期嘛吼，投诉书啊啥，因为顶面咧枪空的哩，啊，就等着就拢袂得啦。啊，有诶等着吼，伊就啦，抵抗力较歹，就伫后壁骂啊，开始咧咆哮，啊，种咆哮歌就出来啊，就。你看咱台湾人偌好命，啊，若像这，咱若看着讲，甲无人讲吼，为虾米讲这低俗的肠吼，遮尔重要？人讲低俗就上路嘛，啊，你不低俗，啊，就艰苦啊。啊，咱人吼，就建立一个念头，当咱拄着问题代志的时阵，咱是一个正念伊的这个想法，起作用，安尼人就会离苦。无，就会离苦无苦啊有乐。啊，但是若无即种的念头咧，吼，就只要是我不伫啊，互我等着，互我就开始骂啊，迄个骂吼，所以吼，咱转来到即个，转来到农夫所咧讲这拄则有讲啊嘛，咱若看外口国是一大国啊，但圣人的经文吼，拄则负责人有讲啊，功德干经拢不离性啊。第二，为咱人这个身躯啊，那么到底这两部圣人要甲咱讲啥？即摆要讲的正题啊，有通拄啊是伫外哦，伫外口的伫咱做运哦，但是若在内的就叫咱讲得也者不可思议啊，伊是叫咱无缝接轨的时阵亲密的哦。所以咱即摆要研究要听是个落啊，即个所解的，这是八仙甲咱解的一种解说哦。所以天下有道就是讲，咱的情拢归咱的性，咱一个身躯是物叫分，叫做家己吼，细分叫性、心，捌听过无？啊，咱咧修道就是讲咧修性、心一贯。啊，若是有道的时候，伊就是一贯啦。一贯就是讲吼，情是对对出来，咱讲咱人是有感情的，啊，情内底是有亲情的。啊，有良友，啊，伊当用一个情代表，咱就知影亲情良友。啊，亲情就是咱人吼情绪啊，你看排队面前起脾气啊，起毛病脾气，伊就是吼，亲情内底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啊，就要生气着啊，啊，就生气啊，啊，无欢喜啊。脾气就出来啊！伊迄个情吼，无归伫咱的即个自性、显性内底。啊，迄个有道的是咱的有道，但若有道，譬如讲咱若去排队，咱敢会安尼？袂嘛？咱上加若有时间，咱也是耐心咧记啊，吼，咱就拜拜啊，一杯珍珠奶茶来买，还是即个蚵底我买啊，无论偌好食，无啊，若是看你排队的，互我放弃，莫食轻松，以后排就做吃了。吼啊，咱就用咱的即个自性收回出来，咱要爱食迄个感情。所以天哪有道，咱即个相天若是有道，情会归性，所以就无脾气无病啊。因为咱的本性哦，伊是袂乌白发脾气，伊的脾气是发自该向出来啦。拄则讲师嘛有讲，伊咧发吼，就像讲文王啊、武王一怒，哦，伊真正生气啊，啊天下就太平啊，伊就甲迄个歹的吼，甲掠来啊，啊，互伊落台，啊，伊来即个处理即个政治，吼，这伊发利用重责咯。啊，咱吼，咱也共款，咱拢爱注意吼，咱利欲时中时咱敢有道，咱是毋是有时拢会发一些小脾气？啊，咱
讲一个字，伊这是连续的哦，那很有意思哦。所以吼，也是有道，咱就是修行修到吼有道啊，情拢会归顺。所以这个修道人你要互伊发脾气很难。所以看吼，大汉这个女神咒，伊咧主讲显现的差别，就是伊会建立到讲吼，心心稳意稳定，伊家己心内吼，拢足清楚，所以无可能互伊流露出来。伊咧无欢喜，嘛家己知影咧无欢喜，爱要安怎去化解伊即个无欢喜，爱有回头，爱有改过。啊，若再来哦，这种是压抑无好，迄想已经想到歹个哦，伊动机。伊嘛是有咧点吼，甲控制落来。啊，若已经发出来啊，叫做破功啊，叫做某地里吼，等下举乌旗仔起来啊，讲即个已经破功啊。啊，破功了，咱敢知？有时阵咱若毋知啊，咱感觉讲对方做毋对，所以我才会生气。你因为安怎，所以我才会生气。牵拖互别人诶，你若无爱讲你修养无好。你若无爱讲你有道，你的道在哪里？这就是吼，他拄我讲的嘛，啊无搁就来讲的做讲大有可用，迄做足重的啦吼。啊无老师准备甲咱讲修道办道吼，改脾气，气毛病呢，6字呢，吼。啊，这就是真规线，叫天台有道哦。啊，这个时阵吼。咱有听过讲吼，心交意马吼，捌听过无？啊，读文言的叫心猿意马，所以咱身躯顶嘛有一只马咧，一只狗咧，啊嘛有迄个马咧，所以这是一个小故吼。所以讲曲走马意，就是咧讲啥物？咱若是有道的时阵吼。咱伫迄个意马吼，就是足清闲的，啊，咱的灵命吼，就像拄则迄足清脆的即个树木，意马含灵渺小，啊，迄就是一种清净太平的景象，安尼才叫做平安，安尼平安才叫做福。所以就做甲人讲嘛，谈遐无选而福。毋是你得到财富，得到名利，得到啥叫做福报，而无选应该迄个福报，不是这样子的。人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咱若要知影即个福甲福，咱好爱去研究这经典啦。所以经典是经啊。那么咱只要若是心、若情为性啊，咱就有两一部经都清楚的哦。迄个时阵哦，咱做迄叫自在解脱啦，因为咱咧只马吼，就安尼做清闲的啊，啊，咱即个心地吼，真正是好偌水就偌水，啊，要安怎比如咱袂看咱的佛菩萨就是安尼，好真是拢会讲在座的拢菩萨无好在，哦，啊，若真正种种拢感觉足趣味的吼，你看咱的身份，真我才甲咱提升甲偌高贵。无三无二三的，咱转去厝内就开始去遐发脾气啊！啊，迄拢叫啥物啊？乱七八糟，闲杂小事啊！啊，闲杂小事若一阵菩萨，一阵好解。啊，我去甲伊试着吼，不要乱按了。这份吼，你要互伊做事，就是为一档事因的。爱销售哦，销零的做销售啦，销零的计较销售啦，销零的七天用用不断啦。为虾米呢？倒落来就是下面讲的这个。啊，这问题吼，咱我们自己好好去体会啊。这种这是水的音腔哦。咱若对于外境来讲，我拄则已经秀给大家看，啊，其实足济啊。这种物件咱是足介的。哦，咱若伫脸书哦下载，今天做水的，顶嘛做水的。啊，像我的手机啊吼，规支手机啊相片内底拢是花甲树哦甲。哦，因为迄种物件就是咱自然的天生介意的物件，但是嘛有人袂介意啊。以昆道来讲是这样，天道
我的，迄嘛是一种逻辑个理啊吼。再来，咱来看这天下福德是咧讲啥物？咱这个天下福德啊，就是七情六欲情哦，就拖咱的生死过走啊。而且会讲哦，亲的人互假拖去大啊，啊假是啥？假就咱的心嘛，心身躯是咪叫做四大假合哈？但咱一世人是咪为着这个身躯咧拍算？咱动脑筋是拢动这个身躯，关系着这个身躯，搁随着子孙啊，就是名利啊、富贵啊、名声哦。这咱的这个天性吼，就是互这物件无看无去啊。伊其实是拢存在，但是哦，因为咱的情较大嘛，无强较发彰，所以性吼就会互这个性特情。咱的天性的吼，咱的跩七情六欲拖咧走，所以就对人流行啊，流行的世界就出来啊。人若有，咱嘛爱有啊；人若安怎，咱嘛爱安怎啊。啊，人咧食珍珠奶茶，咱嘛爱来一杯啊。啊，若像我会讲，下说毋捌食过，吼，买一个来一看卖啊。啊，若看着即种的啊，是一种，反正你讲说很小也很小，但是咱你不知不觉内底养成习惯了，咱就唔知影通去改变种歹习惯啦，伊是无需要。物件是食健康、食营养的，所以若到某一个年纪胃肠若无好啊，我看你拢外口食。咱就讲伤甜我无得食，这伤咸你嘛袂互我食，啊这歹消化，啊这对老人无好。到咱的年纪啊，自然无伊迄个，你讲智慧其实是知识啊，出来了就顾即个肉，这爱是老啊嘛，知影时间有限啊，所以就会珍惜啊。啊，若少年的世界叫做家居在色，因为少年的世界就是好色，啊好色是安怎好呢？咱有看一个电商叫 Shopee 无 ？Shopee 啊。迄少年人差不多拢伫伫内底啦，即个性欲情，爱去看做侪物件，因为咧趁钱有钱嘛，车嘛买，囝嘛买，敢会念，无所不至拢会当甲买啊。啊，若到退休啊，嘿，经济有限，无咧趁钱啊，还是到七八十岁啊，咱感觉会想要买啥买啥。以前阮妈吼，伊应该80岁过嘛，反正两个老人。长岁数为90外，因到80外的时阵，拢讲嘛去甲买衫，因为我伫这做以后，拢会甲我妈，尤其是我妈买出侪迄水衫啊，迄衫，我妈甲伊讲，你嘛去甲我买倒来啊。也伊知影讲伊无需要遮尔济啊嘛，对嘛？啊，咱若毋是少年的时阵就开悟吼，就知影讲其实是安尼。啊，嘛有人有即种理念的吼，我感觉嘛是有人有即种。应该伊宿舍收来的嘛，伊对这项物件吼，也是讲咧买物件世界，伊袂安尼吼，一直的追逐。为虾米呢？因为倒来伊就会讲吼，当咱有道的时阵啊，勇马是心，无是像勇马是心高的真是安怎呢？意马高，心地好。啊，所以讲。当然啦，较少岁吼，遮少岁无几个啦，囡仔无几个，拄啊，阮双胞胎哦，得冠军的两个上，应该两个上少岁，啊，无像咧，咱的邻居偌济班的人敢知？当即个时阵吼，我甲看经典教室看2楼吼，拢在开班啦，啊分层次啊，啊高尔夫坐哩讲咱坐哩遮菩萨摩诃萨的，尊重咱的心轮吼。咱高贵的时阵，爱流露出来咱内心的内涵，哦，咱的涵养、张扬，咱的心中天。啊，若无得着意马讲的，就是讲吼，心高意马伫外口咧拍啊，好势啊，好快着3万总好，啊无论咱敢有看到一种咱台湾排队的文化，足趣味的吼，啊你甲看几岁人伫遐咧排，啥物拢伊啦。咱兜的囡仔嘛，捌伫遐排，可是2种伊嘛排。啊，敢捌看过迄个40、50岁、50、60岁，还是讲70、80岁伫遐排，无
偌好。譬如讲，咱即马甲回想讲，我以前若着有凊彩即种的心思，那该有多好哦！就是意嘛贤，人渺小吧。毋过吼，过去的拢是意嘛宽，心地宽。哦，即个心高意嘛，舍袂掉，四界拍，四界攀的出境啊。所以咱的面咧救苦真经内底是讲一句，有一句话咧，伊是甲咱讲：劳酸意马灭无声。甲咱你遮意嘛吼，拔无掉啦，拔无掉啦，关无掉啦，迄念吼慢洗出来啦。劳酸意马灭无声，这一贯拢是咱你遮马啊、猪啊咧拍啦。所以，这是解对咱一个来啊！哦，咱要学的是学出来哦，这个相当棒哦。若会晓解说，咱搁解说出济啦吼。这互我一来也袂使会晓解说，再来时间还有限，所以一句就叫咱参考到这。哦，伊讲书咧讲道理，互我感觉无讲伤清楚，讲伤清楚，人咧听我免想啊。迄咱吼就是爱会晓想，家己想，安尼较有心得。讲书啊，甲你讲1000字做伤清楚的，咱就免想啊。免想永远拢讲书的物件，无咱家己的物件。迄讲书就爱像我即种讲吼，哪会清楚，跟哪袂清楚，你家己想过安尼啦。这是哦，咱的辩解啊。这是即句我是甲咱参考到遮。再来啉一个茶，台语讲的啉一个茶。落剩4句尔咧，所以豆豆仔讲较好啊吼，免看。恁放松吼，较轻松啊，听你落剩4句尔，就要食饭啊，多棒！好，再来。虽然剩4句，这4句真正就是大重点啊。头摆遐你看一个，互我赞叹姓名咧讲经典哦，伊头啊一个大纲已经讲完啊。落来，伊就开始讲细节啦吼。啥物叫做意嘛宽，心地足宽？当然有道的道对谈道就无讲啊。落来要讲的就是互咱安尼天荒地老，互咱安尼七情六欲，互咱安尼操烦，安尼烦恼，安尼袂安宁，安尼困袂好，食袂好，安尼即个世界内底的即种歹的物件。互咱知影讲要安怎去做一个处理啊，嘛甲咱讲即种经验就是安尼啦。若好就免讲啊，因为咱即下离迄个好的可能搁诚远的，因人而异啦吼。所以讲第一句就甲咱讲嘛罪，你讲上大的，咱人间上大的罪叫啥物罪？死罪啊！死罪啊！你们没有听过吗？最难逃啊！即仔伫台湾要看死刑的难啊！只要你有悔改的心吼，就会看死罪啊！你啊看，这天天上人的作用呢。但是对于咱人间的人，咱的时间的地啊，你互我死，我就爱你的命；你互我活，我无可能互你活。这叫做咱人的七情六欲，伫即个轮回的世界吼，冤冤相报，无了时。好像我讲出咧讲一个啥物慢的，啥物伊迄互乖乖出来，就感谢，甲伊快来。当伊做总统的时候，去办道请因入来咧，即种人内底是非常人啊，就是足特殊的啦。圣人嘛共款啊，咱看佛道去度迄个吼，甲伊节机改的。叫尾啊，是叫陈巧如啊，啥？你看吼，伊安尼甲节机改咧，伊心内也无分也无啥，来先搁较大个。你甲看咱的鸡仔两鸟仔肚，咱即个无做才怪吼。有时啊为着遐啥物大代志，啊为着一句话尔，有时咱讲的也袂简单咧。
尼想到安尼好一部经典出来，安尼这内底安怎家己大遐虐待自己叫虐心啊？安尼是毋叫少年？啊，若君主就不行孝道啦，君主的人就惊你计较济啦。你搁甲诽谤咱的祖师，你甲巴正袂去讲倒点麻烦，搁巴一个，安尼较平等。迄就是我咧示范互咱看的。哦，啊，你要甲拍落，咱倒倒了，你知？安尼吼省麻烦，你免甲我用。啊，拍甲你欢喜为止。啊，迄叫做菩萨摩诃萨，敢知？啊，咱哪有可能为着一句话大遐呢？袂食袂困，啊，我真正咧嘛，你真正甲我讲甲遮歹听嘛？你真正糟蹋我遮忝嘛？我的天哪！哦，当然咱这嘛是袂啊，这是比喻啦，真正是什么人都有咧。你无看讲吼，我时常咧，时常看新闻，偶尔都会滑到还是看到。迄讲去咖啡店咧，咧一杯咖啡，甲上班尔无？迄个 7-Eleven 的吼，已经我烧了了嘞。我要等这么久吗？我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就是后壁甲烧到尾啊，物件拢甲买落来咧。那个是，那是你家己的意嘛，已经发觉啊，啊心理化啊，啊做就休息嘛。咱敢知咱宿舍依然捌安尼呢？咱看袂到哩，咱无即个宿命通啊。咱就是有可能有安尼呢。啊，像以前阮阿母啊拢讲，伊感觉伊家己足歹命啊，感觉讲人生足艰苦啊，嘛搁食苦瓜，所以无咧煮苦瓜啦吼。伊讲。我去用上嘛，讲我呾开始一个了，为虾米我呾遮艰苦啊？安尼可能互伊迄个细仔囝甲糟蹋，若是有诶无诶安尼啦，想袂开啦。啊，咱敢知咱宿舍做了啥物因果？不知道吼。但是看咱现在个性就知啊。咱现在个性吼，咱家己叫做回光返照嘛。啊，若食着苦，受着不如意，咱爱用用发泄可乐面，因为咱宿舍真正有甲糟蹋着，伊才无代无志甲我讲迄句话。真诶啦，但是哦，少年人要甲你听这啦。哦哈，今仔日要讲我神代居这种清醒的啦吼，伊当讲刷刷去啦，伊若拄着啥物代志，讲爱刷刷去啦。即嘛毋是呢，上班了老鸟哦，我就甲讲，啊刷刷起来，我无，即嘛无咧刷刷去啊。翅膀都会飞的，对不对？为虾米吼老鸟，咱人会安尼呢？啊，囡仔安尼正常，啊，咱咧看着做趣味的啊。反正我就想讲，你唔刷刷去，你敢有一天你嘛是会刷刷去啦吼。咱讲的，你食久就袂食啊，啊，你对久就袂对啊，你爱久就袂爱，这是一种水的逻辑呢。但是当咱咧爱，当咱咧迄个是咱无感觉呢。啊，不过逻辑就是安尼啦吼。好，即摆要讲即个罪啦吼，罪无大义可用。那么吼，罪咱拢知影，犯罪啊，上重的罪就是死罪啦。较无以前皇帝若讲死罪赦免，哦，迄个元人还是伊的大神的，足欢喜的。大罪，安怎？大罪难食，我去一半，哦，迄个哦，嘛足欢喜的，人若无死命，佫伫会有机会嘛，对不对？啊，其他小事尔嘛，咱咧学嘛爱学济。一个君主吼，伊注重个拢大事尔，伊就讲互我，做一个参考。咱是毋感觉讲咧欠刀无？伊足少咧插咧小事的。有时你若讲伊也要甲你听啊，但是若大事来请出来啊咧，他讲好啊，你地论歹啊咧，好啊，你啥物啥物哦，伊就开始出头啊咧。啊，你若有话无，伊都要来听半句。伊拢讲你讲的哪像咧三姑六婆咧，吼啊，若去菜市啊看着厝边的，你若讲伊拢无咧甲我心动咧，因为歹啥物只会讲，哦，你大概讲的拢啥？当然伊讲即句话轻视着咱困倒，对不对？啊，无咱家己哦嘛是爱去反省讲，这困倒吼，就是做爱大爱有诶无来啊，成不了大器啦吼。
人5百年啊好的来，在杂七杂八把它来处理呀。所以从我们身上出去的，一定会回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才慢慢去种那个因，且他们建立了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小事，卖哥底下打滚啊，迄个叫定境。迄定境吼，迄脱离呢，无要咱解脱。所以咱来记好条呢，咱就会解脱啦，就比较白条的，就轻松啊，就会自在啊，吼。即马话讲倒来吼，咱无法度就是为咱去连犯罪，罪吼，咱讲罪上大是死罪，结果圣人甲咱讲是安尼咧。因为伊遮讲国家就是无比这个较大的罪、较重的罪，还是啥物罪？科约。科约到底是啥物？阮弟兄当然嘛爱解说一下啦吼。科约就是讲吼，见着物件就生足介意的心。咱要相对对去呢？这嘛无啥货啊！我着需要一领衫，我犯着介意当然，我就是买我介意领衫啊。你嘛无做啊？你哪有叫做？安尼这嘛就歹收呢吼。是阮兜就需要一组抗议啊，我当然着去拣我介意的需要的，着嘛足喜啊，无你嘛拣你无介意的，着嘛共款钱去买倒来嘛无啊。有罪吗？无罪啊！安尼可见圣人咧讲应该是讲这吼，应该毋是咧讲在身外之物，迄个小事啊。你要介意啥？你要买啥？你要穿偌水都实在啦。你看咱即仔收迄个富贵的，咱即仔你看食偌好用偌好，一个小时外口发偌济物件，你知影无？敢有自古以来啦，通安尼修行的，以前去修苦行的，头去外家己死呢？大陆有一个所在叫石首，他们那里都卖一种叫霉豆腐，唔知咱敢有听过？发霉的豆腐，我来得安怎？我拢感觉讲迄个物件食的，可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所以讲，这衣食住行内底咱需要的，咱介意的，照讲吼，你要讲这有罪安尼，这要对对开始生气，尤其即仔白阳天嘛。即仔白阳天，咱就开修安尼，所以可见咱用这逻辑甲推销，圣人咧讲的应该毋是咧讲这，那么毋是咧讲这，到底是咧讲啥？咱先来看答案，这个解答还没有出来之前，解答由发生来甲咱解答啊，未出来之前，咱先来讲一寡咱可能需要会去认为讲科约是啥物的啦。那你定会讲贪嘛？科约就是我介意啊，介意但若就认贪，那就不行。所以吼，咱先倒转来应该是这个答案要先让它出来嘛，你看讲。其实吼，发生咧甲咱解说即句罪为虾米很重上大的罪，就是讲咱一个念头最容易顶干。拄则是讲。清净为天下净嘛，迄个净就是不动啊，咱讲佛如不动啊，若众生诶，众生就是众命重生啊，一个念头拍过来拍过去，时常讲说会讲，咱人哦，身躯坐伫骨头内底，心肝就无伫遮啊，心肝无早来啊，安尼较有效，安尼叫失效啊，叫过去啊，迄无效，迄着爱身心诚意。身心实意，拄则讲的，咱的钱爱归伫心内底，安尼听着足清楚的哦，足分辨的，就会当学习到物件。若咱尤其伊拢讲，这个讲书才会来做，因为讲书的功德嘛吼，所以较会认真出呢。譬如讲吼，较重要的无，咱就较无咧甲注意，心哦，可能爬出去外口佚佗就搁大概。走去国外，走去地，走去阿里山，走去304洗，就大概，就做侪物件无学着，就袂专注嘛。要学有物件是专注的，你看迄专家无？迄专家偌辛苦的，是非常专注。所以专家吼头毛
常哦是后壁还佫会讲啦吼，只要改，足贪的，安尼就做足大啊！但为虾米？贪是轮回的根本啊，贪是地角的根啊。只要咱若落入贪，莫讲要解脱、要自在、要回离天啊，无可能。因为离天内底无迄个会贪的迄个人，还是讲会当转去遐，还佫有贪念。一念容易颠，当然是袂清净啊。就是已经失去本来啊，就是道理七情六欲啊，是天性的流落啊，这罪上大，所以上大的罪就是讲，咱的念头容易颠倒，然后落在轮回中，伊毋是出路。所以老师一解吼，伫遮大作即个叫做佛法不变，伊才讲，徒儿，你可有步步走在出路上啊？你敢知你咧行的路，敢是拢出路？咱行的路叫咱心的路呢？咱的心的思虑念头，敢是真正出路？敢是拢是解脱离开轮回，还是拢搁对着伫轮回内底的贪嗔痴？所以叫做一个念头，你看，你贪念你就会变成欲望的奴隶啊，就是做欲望的奴才尔。咱才有智慧啦，咱才甘愿要做欲望的奴才。所以咱当然学习就知影是甘，所以毋惊即个念袂起。拄则有讲嘛，一念运动啊，最容易的兴风作浪啊，咱的意思拖，要来要像我面线糊，等下来夜市啊买一碗臭豆腐，然后等来先煞买一个冰沙，没完没了，咱来吃个伤饱，搁食胃肠药，身体鼓鼓最近拢咧研究为虾米少岁时体格遮尔水啊？奇怪，你若去看咱以前18岁时体格足水啊，搁用过些，伊少年拢足水啊，哪到年纪到一千多啊？奇怪，我著来研究原来伊个胃肠无好啦。代谢功能歹去啊，所以一切拢是胃肠惹的祸。胃肠好的人第咧人胃肠顾足好的我迄是我咧研究咧想的啦是安怎会讲胃肠无好通食？有无通食好食会食毋知影人爱知足啊，是讲七分饱。多笑，就永不老养生之道那有智慧的人应该会知道养生之道才对啊。其实是内底附带一个很小的，伊讲，你身体若要健康，爱养成爱运动的习惯，毋通食老要运动呢，上慢因为有个人食老头骨也歹啊，脚也歹啊，啥物拢歹啊，变做运动。你爱40岁50岁就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啦。你看咱肤浅的拢做啥物运动？迄是互我以前听过叫做超慢跑，超简单，你厝的就会当做。处理就是即摆你行路的人拢足济啊，走路啊，千万不要栽在椅子上，胃肠的功能会愈歹。胃肠的功能愈歹，互我即阵看到我若说，我就想着，以前2、3天食饱毋济话互我坐规工的嘛。连手我拢无走规工的安尼啦，3个先拢无空，连食饱惊的。我甲伊问讲，说，你若无要坐啦，以后你坐，伊会讲，毋食饱先徛一下啦很有道理。你看伊较真体格拢有变的，穿愈水，人甘知拢会牵动的。所以这个万事拢有方法啦，专业有专业的方法，但是过于瘦也不行啊，过于胖也不行啊，因为它不是中庸之道嘛所以维跟阴阴等等的你看，咱是通食的，那个通餐敢知色好看，形形色色，声好听的声，咱敢是拢做爱听好听话，咱学落的话，你愈来愈水咧，你体格愈来愈好咧，然后跟你讲，你看愈来愈肥的，你迄个以后咱看到
中未来，搁来这两项就大啊。这四项搁小数啦，触感法的大代志啊。触感法就是咱的死角搁盲点哦，就是咱做爱舒适圈呢。因为咱即代的少岁囡仔，你有感觉讲咱骨肠内底拢较老化？啊，少岁囡仔算一寡咱的经理啦，做用心的，拢用活动，用一寡形形色色嘛，甲带动。啊，若无伊拢伫舒适圈内底啊，即马车也好，厝也好，人也好，无所不至好。我拢甲阮生意人讲哦，你拢活伫这舒适圈内，你对一个环境较无好，伊就无法度适应啊。即种叫触，啊叫做管法，就是啥你敢知？同温层，即两项都严重的。咱人吼，比如讲水啦、好食啦，啊个香啊，这个职场情啊，总是百体尔。但是迄两项愈形愈上的吼，迄个做爱感。伊叫做啥？爱你迄个舒适圈，然后咧爱你迄个同温层。同温层是温度拢相像的啦，讲话拢相像的啦，语言谈啊，听起来拢差不多的。啊，若听到迄无共款的，无不行的。哦，这触觉法较是可怕，所以较是迄个做，互咱贪爱甜见，迄个咱人的心念咧叮当做色声香味触法，互咱形成咱贪爱，咱就知影甜见是皇帝加景啊。啊，就明明知为虾米叫看落咧，你会陷入在这个迷魂阵里面，讲你入阵了，然后破不了阵。咱来遮是互咱入定，啊，要互咱破定，然后练成功夫，互咱吼有回天的资粮，才会当去你到弥勒的佛国啊。啊，如果你能够发觉讲，我入阵了，但是我迷在这个阵中，然后我无法解脱啊，我也破不了阵，因为嘛是个轮回啊。纵然吼咱即马一定会去天国嘛，去天堂或者净土啊，只个随落来尔，因为咱的心都无属于伫遐啊，咱的心是伫定境内底的啊。啊，爱定境属性，伊绝对就是去走来皇帝啊。啊，在天寒、地寒、人寒，当然山寒、水寒，山腰水寒咱袂去啊，但是哦，天寒、人寒、地寒、轮回，啊，都无法度免寒。咱这个求的是要有咱翻盘的机会呢。翻什么盘？翻咱负责人讲的，破三摸三就破啊。这叫做四贵。五盘四贵内底有声闻缘觉菩萨，圆满回向就是佛。所以佛就是觉的意思。只要咱有感觉，知影我安尼对哦，我咧想嘛对，起心动念我拢足清楚的。这吼容易情的来归咱这个性体，安尼就有道。有道的人无好的，有道的人安尼清气的。啊，阮已经你讲的，你若去做安乐王去上好，上好名就迄个安乐王。安乐王就是义嘛，是临疗秀啊。啊，若安尼辛苦了，啊有诶无诶无所不及的义嘛，狂啊，心地荒啊，天荒地老啊，永远走不完的恶业品步道，要吓死我嘛！一直飞，永无止境，在要飞到就对去诶，足辛苦诶啊！所以人讨你一个念头，修嘛修一个念，这叫修心尔吼。啊，你啊看，前经就讲啊，爱人见了去贪爱，上定苦海因是真的，这叫上大的罪。上大的罪就是轮回，互家己伫这个轮回中，因是真的，就是来对去安尼。哦，这是第一步，互咱对这个做木大医科约家咱所做的一个参考吼。过来，过来剩3句嘛吼，过20分钟。好，过来第2句，好无介意，不知足。这句应该做讲啊，袂想讲啦，大家带过去就好啦。啥物叫
叫不知足呢？不知足就不知足，啊，总嘛是吼讲较清楚的。不知足是对现